好久不见了，你是不是想我想的要疯掉了？但是你很不乖。我不是说除了你之外不想见到第二个人吗？卢警官，出来吧！为什么是要封宅？监视画面里面的受害者又是谁？这两个受害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没有义务回答你。好，你可以不告诉我，但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不要再去接近米雪？唉，这个游戏越来越无聊了，我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玩下去了。你把你的怀表给我，我自然不会去找米雪。好。怀表在这。总算逮到你了，跟我回警局。什么叫？确定要把我抓起来吗？这样你可能永远都见不到米雪。你把米雪怎么了？史密特，米雪，我研究了一个晚上的怀表，终于找到另外一个史密特的线索，特别过来告诉你。我最近还有点感冒了，用卫生纸吗？我帮你拿。那。谢谢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有很重要的文件放在公司了，我回去拿。你为什么总是忘东西？知道我是谁了吧？你想干什么？史密特已经离开了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对不起，我需要你帮我抓住他。只要你把怀表给我，并向警方自首，就放了明雪。不行，不能放了他。我们已经抓住他了，我就不相信他不说出米雪的位置。你们可以抓住我，但如果我不回去的话，明雪可能撑不了多久。史密特，警察马上就要来了，你没什么时间可以考虑了。啊！放了他。你放心，进了警局之后，我自然就会放你去。怎么办？来，牵手。
要再跑了，再跑嘛，马上就可以抓到你了。米雪，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不要过来！啊？怎么了？杀人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明雪，你醒了。我一回来就看到你躺在床上，叫你又叫不醒，吓死我！他来抓了我，怎么会？啊？谁啊？怎么会放过我？为什么？没事，我只是太累了，血糖有点低。那个，刚才卢警官打给我，跟我说史密特被警察抓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全台的通缉令已经撤销了。我要去警局。米雪，你冷静一点，史密特的事情交给警察处理就好。不懂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我下来！你地上都是碎玻璃，难道你要走过去吗？你想要去警局，我陪你去就是。小明，整理一下这里。好。米雪，史密特就拜托你了。陆警官，史密特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很好。我要报警。我可以证明真的有2个史密特，之前另一个史密特还试图想绑架我。现在呢，没有确凿证据，单凭你的一面之词是没有用的。就算能证明有2个史密特存在，就抓不到他，等于无济于事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只能坐以待毙，跟着史密特坐牢吗？我要见史密特。